大家平安，欢迎收听迦南之声，我是尤伯牧师。今天8月7号，我们要分享的是圣灵更新，重新开始。更新就是心脏的心，那重新就是新年的新。我们要读撒母耳记上10章1到27节。先来读今天 RPG 的金句。可是圣灵临到你们的时候，你们会充满着能力，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和撒玛利亚全境，甚至到天涯海角，为我做见证。使徒行传1章8节。中华民国总统及副总统公民直选的呼声，它是从1990年初开始酝酿。那到了1994年，宪法第3次增修后，确立了总统、副总统要由人民直接来选举产生。那1996年3月23日，中华民国举行了历史上第一次的公民直选，来选出总统、副总统。所以当时李登辉和连战这2位先生搭档，最终以581万票54% 的得票率，在首届的总统直选当中脱颖而出。他们成为了第一任的民选总统与副总统。从这时候开始，台湾公民每隔4年例行举办选举，直选国家元首成为常态，为台湾民主政治体制的一部分。有一次与会友到李登辉总统外双溪的翠山庄来拜访他的时候，他那时候已经92岁了。在他的分享当中，他提到他的信仰历程。当时他在担任总统的时候，就好像我们现在面对台海的危机那个两国论引发就这样的一个大陆射飞弹。那当他面对台海危机还有政治危机的时候，上帝的话就成为他的力量。他拿出他的圣经与我们来分享他喜欢的经文，记载在加拉太书的2章20节。他当时候是用台语来说，说我现在我不是我的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的我，就是现在活着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他说到面对执政时的困境，他们夫妇2人就常常跪下在床前祷告。他们依靠上帝，他寻求上帝来帮助他，让上帝更新他的心思意念让他就带有上帝的智慧来带领国家平安度过当时候的危机。今天我们看到这一段的经文是以色列百姓他们要选一个新的王，所以上帝拣选了扫罗。那我们知道扫罗虽然是上帝所拣选的君王，但是在他的生命里面有一些的软弱和自卑。我的家族是最小的我们便雅悯支派是小的特别是后面我们看到从有一些无聊的人他们所说的话，或者说匪类他们所说的话，这个人能够救我们吗？
他们看不起扫罗，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个人虽然高人一等，但是他有他的限制。他要如何成为一位新的以色列的君王，是第一任啊。撒母耳对扫罗说了预言，失去的女子会寻找回来。你如果出去，在3个往伯特利敬拜的神的人，你会遇到。后来这一些的预言都一一应验。然后我们要看这些预言，虽然不是什么了不起的大事，但是这些预言的目的就是要让他知道，他被膏立是有上帝的心意。当他顺服撒母耳的话的时候，扫罗在上帝的山，他和先知们一起被圣灵感动，不由自主就说出这一些受圣灵感动的话来。所以上帝让他有机会经历圣灵的充满工作，这又只是本来是先知才能够经历到的，竟然他也能够经历哦。然后撒母耳就说，神让你和他们一同受感动，你就成为一位新人，你不再是你现在的扫罗。就好像李总统说，现在活着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扫罗必须要有这样的改变，才能够管理上帝的百姓。我们看到扫罗的一些长处，虽然刚才说高人一等，众人看他是高人一等，但他在人的当中虽然是有这样的一个优点，但如果神要用他，光凭这些外表，他不能够胜任。所以上帝说，你要成为另外一个新人。所以当扫罗来到了上帝的山，遇到一般先知，圣灵就大大感动他，他就在先知中受感说话。我们再一次看见，不只是给扫罗一个圣灵的充满，并且更新他的心，圣灵在他的身上运行动工，充满他，然后说出了我们所谓的可能是预言，就是受感说话，这是他从来没有过的经历。所以当扫罗他领受圣灵的充满之后，撒母耳跟扫罗约定，要如何来显明上帝要扫罗在以色列当中来做王。所以上帝就透过撒母耳召聚以色列百姓在米斯巴。米斯巴是一个守望的地方，在那里守望等候神的启示。以色列人都聚集在米斯巴，上帝叫他们用抽签的，结果支派这样一抽到扫罗，要他做君王。上帝赐下圣灵，重新来更新他的心意，开始使他成为一个新造的人。这是为了要治理神的百姓，因为管理神的百姓不能只靠一个组织或者一个制度来显出这样的权柄。这时候扫罗他的人生已朝向一个崭新的方向，当他把生命敞开，迎接一个新的力量，就是圣灵的同在跟他所带来给他的力量。上帝让他运用圣灵的权柄管理神的百姓。所以我们看到在旧约里面，神要用一个人，就给他有圣灵的能力，完成上帝的工。当人违背上帝的心意，上帝就让圣灵回到他那里，所以才有诗篇51篇上面的一个祷告说，不要从我收回你的圣灵。所以当主要使用你的时候，求主也赐给你有这样圣灵的能力，使你在基督耶稣里面成为新造的人。弟兄姐妹，我们来默想哦。我们看撒母耳对扫罗说的预言哦，耶和华的灵
必大大感动你，你就与先知们一同受感说话。所以他转变成为另外一个人。所以当扫罗顺服并遵行的时候，真的圣灵就大大感动他。弟兄姐妹，你羡慕圣灵的同在吗？你羡慕圣灵来更新你的生命吗？你可以向他祈求哦。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耶稣，你应许圣灵与我们同在，求主圣灵来充满我们，指教我们能够明白你的真理，让真理使我们得自由，也行在主的真道上面。让我们随时依靠圣灵的所赐的能力来带领人得着主的救恩，能够成为天父上帝的儿女，同享福音的好处。求你坚固我们手所做的工，也让你的圣灵的感动能够口称耶稣是主。我们这样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欢迎订阅并给我们鼓励与代祷。我是尤伯牧师，祝福您平安、健康、喜乐。我们下次再见哦。